今集咧，我蘇子咧會講下清末第一名伶楊翠喜嘅傳奇故事啊！佢原本嘅姓名咧有好多講法，總之咧佢係出生於一個貧窮嘅家庭，好細個咧就賣咗俾第二家人，第二次收養佢嘅楊家就帶佢去學戲，14歲首次登台，18歲得到天津大觀園戲院嘅聘請，聲名鵲起。佢敢於做戲，表情細膩真切，所以備受青睞。佢係中國最早嘅京劇女演員之一。名士李叔同咧每晚都去天仙園嗰度捧阿楊翠喜嘅場，散咗戲之後咧就揸住個燈籠陪佢翻屋企，即係沉晒船咁款啊！咁李叔同咧就為佢講解戲曲嘅歷史背景啊，又指導佢嘅唱腔身段。李叔同係近代中國藝術界嘅重要人物，同埋早期先驅之一。佢將油畫、鋼琴、話劇等等引入中國，同時係擅長於書法、詩詞、國畫、音樂、篆刻、文學、金石學等等，並培養出豐子愷、潘天壽等藝術家。咁晚年佢又出家，號弘一，就對漢傳佛教做出巨大嘅貢獻。而佢嘅出家有傳聞咧係同我跟住講呢件事有關嘅。光緒33年，袁世凱派系嘅官員段之貴為咗得到黑龍江巡撫之職，就買咗阿楊翠喜送去俾當時奉旨赴杭州督辦學嘅皇室人員在鎮去賄賂佢啊，咁就被御史趙啟霖上書彈劾。呢件事咧就轟動京城，慈禧太后就下旨查辦，結果就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了了之。御史趙啟霖呢就以荒奏之罪被奪官。呢單就係著名嘅楊翠喜案啦。之後楊翠喜被在鎮呢就忍痛送咗俾天津嘅鹽商王益宣。楊翠喜做咗王益宣嘅小妾之後呢，就冇想象之中咁幸福。慈禧死後，宣統帝即位，袁世凱重新被任用啦。咁段之貴亦都因袁世凱而顯貴。楊翠喜再次成為段之貴嘅身邊人，亦喺袁世凱打算稱帝嘅過程之中呢，就舉行義演歌功頌德。但係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之後不久就離世，咁楊翠喜就成為人人唾罵嘅對象。民眾茶餘飯後就只會話佢係一個不祥嘅女人，其實佢只係一次又一次被利用嘅悲劇人物啫。好，今日講咁多先。